南龙徛区牛埔恶地地质公园有记录到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腊里，也毋过台南社区大厦环境行动小组是表示讲，因长期观察发现有几只腊里互狗仔咬死，最近更有一只互蠓仔甜着死亡了，所以呼吁讲蠓仔应该要有新的规定，爱做改善。 保育人员手揢着珍贵、真罕看的保育类动物穿山甲，准备来记录，刷落来要野放。虽然有发现新的穿山甲出现，但是保育人员煞无真兴奋的表情。主要就是这几年台南社大记录追踪的最后一只穿山甲阿牛，近期去用发现甜着蠓菇死去。 养鸡的一个住户啦，然后会用一些那个网具去围我们的那个跑山鸡，在地在做一些农作的时候，应该可以用一些对野生动物比较友善的一个器材器具，像是刚刚提到的网具的网目，其实是可以让它再小一点。台南社区大厦环境小组长期伫台南龙甲地质公进行监测。 国家是自动的相机来监测，对于这次的事件，志刚是呼吁，希望设定的网具蠓仔会当较细个，避免憾事搁发生。不过当地游动犬的问题小感真严重，过去就有3只到4只的穿山甲去游动犬咬死，盼望相关单位应该来想对策来改善。狗狗如果没有绑好，让它晚上跑出去，它可能会咬伤野生动物。那样这里的穿山甲过去就有很多被野狗咬伤，甚至致死的一些案例。 那样除了这个之外呢，隔离的设施然后被卡住了。第一，源头管控；第二，鼓励认养；第三，收容安置。也期望市民朋友共同的支持配合，来保护野生动物，保护生态与环境。 针对游动犬的部分，动保处伫当地已经是抓到36只游动犬，透过用猎的安置来约束游动犬。至目前，龙甲地质公园已经是完成招标签约，8月1号开始已经是进行地方人员的访谈，收集相关的资料，现场实地来看，生态查核等评估的作业当中，有计在月初有初步的报告。记者郑云南报道。